黄撇断际，禅师远零落。陪相公问书月，山中四五百人，几人得会想法？书魂得者目测基数，何故？多在心悟，奇在言说。言说只是画东蒙呢。问如何是佛？书魂即心是佛，无心是道。但无生心动念，有无当底，彼我灵所定心。心本是佛，佛本是心。心如虚空，所以魂。佛真法身，犹如虚空，不用别求，有求皆可。色使行三劫，行六道万行，得佛菩提，亦非究竟。何以故？为属因缘造作故，因缘六尽，还归无常。所以云：报化非真佛，亦非说法者。但识自心，无我无人，本来是佛。问圣人无心即是佛，凡夫无心，莫定空即惑。师云：法无凡性，亦无定执。法本不有，莫作无见；法本不无，莫作有见。有之以无，真是前境。犹如翻译，所以云见闻如翻译。知解乃众生，祖师文中之论，识机忘见。所以忘机即佛道龙，分别即魔君子。问心机本来是佛，还修六道万行何？师云：我在于心，非观六道万行。六道万行，真是法门接物，道生变事。色使菩提真如，实际解脱发心，得自实地，事果性位，真是道门，非观佛心。心即是佛，所以一切诸道门中，佛心第一。但无生死烦恼定心，即不用菩提定法。所以道佛说一切法，度我一切心。我无一切心，何用一切法？将佛记作，便不论别事，唯论一心，一魂一性。所以十方地球，经无异性，此种无记号，唯有自真实。所以此义难信，但无来此土。自牛为两国，只有靠大师一人，密信自心，言下便会即心是佛。心心即无，是名大道。大道本来平等，所以亲信含生同一真性。心性不异，即性即心。心不异性，名之为主。所以云：认得心性时，可说不思议。问佛度众生何？师云：实无众生如来度者。我尚不可得，非我何可得？佛以众生皆不可得。云：现有32相急度众生，何得言无呢？师云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欲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佛以众生，真是密作妄见。只为不识本心，慢作见解，才作佛见，便被佛将。作众生见，被众生将。作凡作圣作净，即非顶见。真成其中，众理心故，终成轮转。
犹如面猴放一足一，无有效期，一定是学，历史无学，无还无胜，无情无故，无大无小，无老无为。如是一心中方便勤庄严，听你学得三乘12分，到一切见解，总是下曲。所以除去所有，为治一层，kind结灵恶，只是不起自见，无一法可得，不必法宗，透脱三界，凡圣见惑，所得名为出世佛。所以云：稽首如空，无所依，出过外道。心既不移，法亦不移；心既无为，法亦无为。万法皆由心变，所以我心空过。诸法空，千品万类皆适当，尽十方空界同一心体。心本不移，法亦不移，只为你见解不同，所以差别。譬如诸天供宝气息，随其福德本色有异。十方诸佛实无小法可得，名为阿耨菩提。只是一心，是无异相，亦无光彩，亦无胜负，无胜果，无佛相，无复果，无众生相。云：心计无相，其德全无32相，80种好化度众生也。师云：32相属相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80种好属色，若以色见我，是能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问：佛性与众生性，为同为别？师云：性无同异。若欲三性教，即说有佛性，有众生性，虽有三性因果，即有同异。若欲佛性及祖师相传，即不说如是事。为自心，非同非异，非因非果。所以云：为此一乘道，无二亦无三，诸佛方便说。问：无边心菩萨为什么不见如来顶相？师云：是无可见，何以故？无边心菩萨便是如来，不应见见，只教你不作佛见，不露分辨，不作众生见，不露众生边，不作有见，不露有边，不作无见，不露无边，不作宽见，不露宽边，不作性见，不露性边。但无自见，即是无边心；若有见处，即名外道。外道者乐于自见，菩萨与自见而不动。如来者，即诸法如意。所以云：弥勒亦如也，众圣贤亦如也。如即无生，如即无灭，如即无见，如即无闻。如来顶即是缘见，亦无缘见，故不露缘边。所以佛心无为，不对诸所，权以虚空为如，圆通太虚，无欠无余，典型无事，莫强变他境，变者变成色。所以云：圆成沉色海，流转绿飘红，只得我知也，学
德也、克我也、解脱也、有道理也、强处则如意，弱处则不如意。思则果，见解有甚物用处？我向你道：典行无事，莫慢用心，不用求真，为师实见。所以内见外见其错，佛道魔道其恶。所以文殊渐起离见，偏向离体为善。文殊即实谛，普行即权谛。权实相对治，究竟亦无权实。唯是一心，心请不佛不众生，无有异见，才有佛见。变作众生见，有见无见，常见断见，变成离体为善，必见中国。祖师直指一切众生本心本体本来是佛，不假修成，不属暂处，毋是明暗，毋是明故无明，毋是暗故无暗。所以无明，亦无明尽。任我处宗门，切书在意，如此见得，明之为法，见法故，明之为佛。佛法既无，明之为正，幻作无为正。一明一体三宝，夫求法者，不得佛求，不得法求，不得众求。应无所求，不得佛求，故无佛；不得法求，故无法；不得众求，故无正。问：和尚见今说法，何得言无正亦无法的？师云：你若见有法可说，即是以音声求我；若见有我，即是处所。法亦无法，法即是心。所以祖师云：付诸心法时，法何赞法？无法无本心，实解心法，实无一法可得，名做道场。道场者，只是不起自见，我法本空，幻作空如来藏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若得此中义，逍遥何所论？问：本来无一物，无物便是何？师云：无亦不是，菩提无实处，亦无无地界。问：何者是佛？师云：你心是佛，佛即是心，心佛不二。故云：即心即佛，若离于心，毕竟无佛。云：若自心是佛，祖师世来如何传授？师云：祖师世来为传心佛，直指你定心本来是佛，心心不二，故名为祖。若得下见此义，即顿超三乘，一切诸位本来是佛，不假修成。云：若如此十方诸佛出世，说以何法？师云：十方诸佛出世，只共说一心法。所以佛密付以无好大家业，此一心法体，尽虚空遍法界，名为诸佛理。论这个法，其实你研究上解得他，亦毋是一机一境上见得他。此义唯是莫可得。这一门名为无为法门，若欲会得，但知无信。好恶即得，若用心灵学处，
即转怨气。若无记录心，一切取舍心。心如木舟，似有学道分。分如今现有种种妄念，何以言无呢？师魂妄本无体，即是你心所起。你若识心是佛，心本无妄，哪得起心经任以妄？你若不生心动念，自然无妄。所以魂心生即种种发生，心灭即种种发灭。魂今正妄念起时，佛在何处？师魂，你今觉妄起时，觉正是佛。可中若无妄念，佛亦无，何故如此？为你起心做佛见，便为有佛可成；做众生见，便为有众生可度。起心动念，总是你见处。若无一切见，佛有何处所？如文殊才起佛见，便向离体为善。魂今正午时，佛在何处？师魂问从何来？觉从何起？耳目动静，一切声色尽是佛事。何处觅佛？不可镜头上安头，喙上加喙，但目先意见。山是山，水是水，精是精，俗是俗，山河大地。日月星辰总不出你心，三千世界都来是你个自己。何处有许多般？心外无法，满目青山，虚空世界，皎皎的无事法事，以你作见解。所以一切声色是佛之慧目，法不孤起，重见方生。唯物之故，有其道地。将日说，何赞说？将日闻，何赞闻？所以释迦49年说法，未曾说着一字。魂若如此，何处是菩提？师魂，菩提无是处，佛亦不得菩提，众生亦不识菩提。不可以心得，不可以心求。一切众生即菩提相。魂如何发菩提心？师魂，菩提无所得，你今但发无所得心，决定不得一发，即菩提心。菩提无住处，是故无有得者。故魂我以灵定佛所，无有小法可得。佛即以我受记，明知一切众生本是菩提，不应敬得菩提。你今闻发菩提心，将为一个心学取佛气，为人做佛，任你三机接受，欲知得觉报化佛，以你本源真性佛，有何交涉？故魂外求有相佛，以你不相似。